需要我需要聊一下什么生活小事暖一下吗？都行，好好笑，都行。好，我想一下哦。请问您今天午餐吃什么呢？太 too much information 了吧？ Too much 吗？真的是生活琐碎小事。对啊，就是要很琐碎。好，没关系。也可以啊。我中午吃就咖喱随意聊哦。给你拌饭。哇，好久没听到这个喽！救命哦！毕竟也是很久的梗了。我知道。我想要请问，作为一名韩系 VTuber， 你平常有很爱吃韩国食物吗？没有，我肠胃不是很好。好，我好像很不会问问题，怎么办？还好啦，不会啊，就随意聊啊，好不用那个的啊。我不太吃辣，所以我好像也不太会吃韩国食物啊，怎么办？可是我看你 YouTube 的自介上面说你想要成为韩国 idol， 那如果你有朝一日去韩国发展的话，你要怎么办？哎呀，就等那一天到来再说吧。好，到时候你的肠胃就会跟上你的脚步，是吗？我相信他可以的。好，看来要当 idol 这个肠胃也是不简单。不是，我觉得不管是谁，那个肠胃都很重要的，好不好？确实，好像也是。对啊，他那个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不起，我不健康。健康一点啊，健康很重要啊。好，那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挑战1小时，能不能让韩系 VTuber 学会台语谚文的这个特别企划。那啪叽耶！生活蛇的邀约耶！因为你那边也有开，那我需要介绍我自己。对。好啊，我们就都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啊，那我先咯。好，那大家好，我是陈火蛇啊，台语的和这单灰记。我用中文介绍嘛，反正就是我平常好像没有很常开台，总之就是我 YouTube 会放一些影片啦，我打算我比较有力气的时候多更新一点，然后如果想要看我直播玩电动的话，可以去我的 Twitch。那我的 Twitch 在哪里呢？在我的 YouTube 连结有。对啊，我想说我就在那边突发好了，随便玩游戏啊。我 YouTube 可能就比较像这种企划类型的为主啊。对，那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了啊。今天是我第一次联动，好紧张哦，好好笑。真的哦。对，原来是OK， 是哦。没错，就是你是前辈，我现在是一个羞涩的菜鸡这样子。不，我们那个教学乡长，好，教学乡长，有机会再找你学韩语之类的，好像也蛮有趣。那个谚文可以的话，就韩文应该是没问题了。可是我觉得我会搞混。没错，我觉得等一下说不定你学的时候也会，我也会搞混。对，好像很刺激。对。那我好像我还有什么好介绍？我是一个宝箱怪，对，就是对宝箱怪的部分，就咪咪可，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变成宝箱，我变不出其他酷东西，可能因为我给会师的钱不够吧。好现实哦。没关系，钱再赚就有了。钱再赚就有了，没错。对，靠大家。无唔对啦。今天是不是应该加讲台语？不要紧啊，我台语无讲就练凳的嘛是会使讲啦。无，你敢要用台语介绍你家己？我想看卖哦，我这无准备呢。跟说好的不一样，怎么办？我这无准备哦，大家爱迄落爱做这个什么那个心理准备，好不好？还是你要用韩语？那我试看看用台语好了。那既然今天是一个如此特别的联动，就来试看看。好，大家好，我是优啊，我就是迄个优啊，对。我是一个练习生没有台语吧？
如果直接照念，可能是练习生。练习生。哎，你其实练习生。发音好像很不错呢。这个小的那个 TMI 就是以前跟那个爷爷跟奶奶都是这样，都是讲台语。哦，不错，我就没这个机会。一段时间，对，很久没有讲台语了，很久没有讲。哇，那其实耍得来嘞，我会当跳舞，会当唱歌，会当饶舌有台语吗？饶舌哦。我之前都讲 rap， 但我后来有看到有人翻成 T 技。T 技哦。T 就是 T 熊那个 T。饶舌的，好酷哦 ，T 技。对，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应该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说法，所以讲出来可能大家也要想一下。我没有听过。对呀。OK， 我会晓 T 技，对，请大家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请大家加照顾安尼。加照顾好，请大家加照顾，感谢。感谢。我这边有观众补充说，也可以讲，看一下，也可以讲搬记。搬记哦。搬。搬记，搬记。好。没办法，很多新的词都是，对啊，要翻一下。挖记，好，那我们就我想一下，好，好，那我们就介绍完了。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台语谚文。你哪里？就是要介绍这，噔噔啊，我 PPT 可以出来。耶！虽然我应该要再准备一张谚文的简介的，但是算了，来不及了。好，不要紧，不要紧，拢会使用讲的嘛好。对。这个台语谚文，台语谚文，它的全名。台语谚文吗？谚文。台语谚。对，好。这个谚文其实就是那个啦，韩语的就是韩语现在写的那个字母是用谚文，因为以前曾经也有用过汉字，我不知道一个韩系 VTuber 会不会跑去看这些历史，这个我不知道。你怎样？我怎样？因为我原底不知样，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总之呢，就是因为他原本是用汉字后来就不用。然后就有一些想要写台语的人，就是他就因为我还是照稿好了，我觉得现在好乱，好好笑。好，台语谚文它的全名就是台语谚文拼音方案。那台语谚文拼音方案。对，没关系，全名不是很重要，反正就是有人想说，我们就拿那个韩语的谚文来拼写台语，看看效果好不好，所以才有这个东西。那。补充一下无聊的小资料，就是我查资料的时候有发现它有分广义跟狭义的台语谚文。那广义的就是它就是类似谚文的逻辑去启发出来的系统，那它就不会用跟韩文一样的字母，那就是要自己另外发明字母来写。那个范围就太大了，所以我们就今天就不会介绍到这些。那好的，我们今天就讲狭义的台语谚文，它呢就是用跟现代韩文一样的字母，所以你也可以说它就是借用韩文来写台语。没错。OK。所以就是等一下看到那些就是字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不是韩文。其实它是韩文啦，只是用谚文的方式来拼音，对不对？它就是用韩文的文字来拼音。那 OK。那因为就是台语跟韩语是不同的语言，好像是废话。是。那就是有一些台语有的声音韩语没有，然后有一些韩语有的声音台语没有，所以我们就加一些特殊的对应规则，就是有一些台语有韩语没有的声音，我们就拿那个韩语有，然后台语，我讲反了吗？台语里面才有的声音，我们就用一些韩语有可是台语用不到的写法来，就是借用一下。没错，所以等一下可能你就会
你就会遇到你的困难，就是你韩语太好了。应该好，对，可能会发生这种不知道会有事情。这个问题。对，等一下我们看看。好，那为什么要用谚文来写台语？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比较习惯看到的是全汉字的台语文啦。就比如说你去 KTV 点台语歌，你就会看到一堆汉字啊，那个其实就是全汉字的台文。那汉字还是有一些缺点，就比如说你要学很多新的字，如果你没学过的字，你看到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念。就如果你去翻开国小的台语课本的话，上面可能有很多汉字是你会觉得这什么怪字，那其实是因为你没看过。对，那你就得要去学，不然你光看，对啊，你若是直接看，你可能唔知影迄要安怎读，看无啊，要学的字就很多，比较麻烦。或者是有一些词它原本没有汉字，比如说 engine 或是 baku， 就是它原本是英语嘛，然后被变成日语，所以它原本是没有汉字的。哦，那你要另外去找一个音一样的汉字，也有点麻烦。好，那除了谚文之外，其实比较早还有一个是1865年传教士就带来的白话字，它其实北维基，北维基啊，它就是北维基，唔免汉字嘛，会使写台语。不过谚文到底哪位好呢？谚文有什么优点？就是它可以直书，就这样。哦，对，因为你罗马字你要直书，你要转90度还是要怎么办？对，虽然好像没有很重要，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白话字做不到的优点。好，好像也就这样。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来，好紧张哦，等一下就可以来挑战1小时教完台语谚文。好，太害怕了。我现在也很害怕，虽然失败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就有一个莫名的紧张。好，那我们就，等一下，我准备一个倒数计时器，这样比较刺激。竟然有倒数计时器，没错。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如果你有就是觉得我讲太快啊，或者是你等下会记得攻啥的时候，你就直接打断我，跟我说但是时间还是要继续计时。感谢老师。感谢先生。没有你，安尼我会紧张。但是好像没有这样叫嘛，是会紧张。那安尼赶快啦。好，赶快哦，好啦。好，那我们开始吧。等一下哦，还没有开始计时怎么办？我紧张到忘记怎么用啊！我想起来，好，1点钟倒头算开始。好，首先今日主题台语谚文。好，谚文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呢？首先，谚文是一种乐高，什么意思？这个你一定很熟悉的，就是我安尼会炸掉，会看无呢？还是我把我们变小一点？好，小蛋哦。好，我把我们挤在下面。OK。好，应该会使哈，有不满再说。好，谚文是一种乐高，就是它可以拼起来。没错。那很一样的，哈。没错，你可以示范一下这3个零件分别怎么念吗？合起来是G E 跟 N。没错，它就是，注音符号也是这样嘛，就是把3个零件拼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声音。就是这么简单。好，但是我们拼乐高的时候，就是我们拼的那个顺序啊，要怎么，就是你阅读的顺序，或是你拼在一起的顺序要怎么看呢？很简单，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那我们的那个，没错，跟韩文一样的，没错。你等一下会很快，不要紧张。对，我在跟我自己说不要紧张，哈哈。好，那这个是那个，就是它的母音呢有分不同的形状。那母音有一种是直的，有一种是躺着的，对，还有一种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L 型的。好，虽然它是不是 L， 它是照镜子的 L。好，那不重要。好，
那这个，这个我就不知道韩文怎么称呼这个字母，是念歌吗？还是？第一个是歌，对对对，哦，是念歌，后面的是啊，所以是卡。所以 OK， 好，那这就是所谓的从左到右，就是如果那个母音是站着的，它就是从左到右。好，那如果它最后面还有再一个声音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下面。所以这样应该就是看。好，没问题。好，那再来是从上到下，从上到下的话就是躺着的母音。那我们一样，第一个声音，第一个子音就放在它上面了，所以就从上到下。对，那这就是酷是吗？酷，没错。好，那如果下面还有一个声音一样，就把它拼在下面。好，就是酷，没问题。好，那再来就另一种，就是那个 L 型的，那它就是它前面的子音就放在它的左上角。对，好，所以像这样就是跨。好，那如果下面还有，就再把它放到下面去。没错，跨。好，可以来学字母了，好顺利哦。好快哦，哇！好快哦，哇！太棒了，没关系，因为等一下有更难的还在后面呢。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字母。没关系，说不定我们可以半小时结束，没有，想太好，不要立 flag，完蛋了，等下关不了台。好，字母有2种，对，字母有2种，母音跟子音，非常的合情合理。好，对。那母音的话呢，我先从基本款开始向大家介绍。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学的是台语谚文，所以它的一些念法会跟韩语的会不一样。OK。所以你可以假装你不会韩语，就是重新学一个新的语言这样子。好难哦。好难。好，那首先最左边这个是啊。好，再来是OK。乌。好，再来是哦。对，好，那再来是 A。然后最后一个是OK。我念的会比较夸张，因为那个台语有无讲的那个腔，它就是北部、南部，或者是说泉州、漳州的腔会不一样。那我原本的腔调里面，就是那个会听起来很有一些地方的听起来比较那么好。对，你啊尖都怎么讲？啊尖。你都念啊尖，那你跟我应该是类似的。像我知道台中的话，好像有那个跟听起来都是的，就会听起来啊尖就是。对。好，那好，了解。没关系，今天我是老师，那就以我的腔为主好了，嘿嘿。老师为主。谢谢，好爽啊！没有，我的教学之梦突然被实现，好不重要。好，那就是这些基本款的母音，也有一个算是口诀可以记，就是如果你今天需要一双黑鞋子，你需要一双乌鞋，你要去找你的阿姨，你就会甲伊问讲。阿姨有乌鞋无？对，就是阿姨有乌鞋无？对，就是这是一个口诀，你就可以记得这一串。OK， 好，已经会6个了，那我们来继续。好，那这边为各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虽然还没有要教子音，但是先偷教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我想要怎么讲啊？就是你要讲啊的话，你要写啊的时候，你前面要补一个空的，就是没有声音的子音给，就是补一个圈圈给他就对了。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念一些简单的单字了。好，佑星，你要不要念念看？阿姨。嘿。然后 A 啊。对，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是台语的话，可能是有什么声调？那第一个阿姨，可能是阿姨。没错。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写一个完整的句子喽。要不要念念看？阿姨
耶！好，你学会了，今天可以下课没有啦，太快了。下课耶，耶8分钟啊，7分钟。8分钟，哇，太扯了，太扯了。好，没有，好，那在我们刚刚有短暂的胜利了，那我们现在这样讲好像不对。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好，那再来就是这个跟韩语的那个就是一样啦，就是如果你就原本 R 的右边有一个小小比较短的一横，如果你变成2横，韩语会念什么声音？呀，没错，这个也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没错，那下面的你应该都会念了。呀有，可是跟的那个变什么？哦，腰。腰，对，就是我们的身体上有一个地方叫腰，虽然我已经没有了，但是对，它叫它台语的话就叫腰，哎，腰哦，OK，腰，一跟腰 ，OK，跟腰，OK，没错，好，那我就把它排在一起咯，那我们上面就已经完成一排了。好，那我们继续，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母音去把它拼起来，变成更复杂的母音。那全部拼，总之我们可以拼出下面这一排。那，这个我很好奇，我想问，因为我查资料的时候说，就是韩语的，我想要先问，就是第一个母音，韩语的话是怎么念？因为我查到的资料说，好像以前古早时代的韩语，它念起来是别的声音。好像说是因为演变才变成，有可能某种省略让它变成 A。好，那台语的话，就是把这个符号，我们就是拿来表示爱，就是第爱加油那个爱。就是 R 加 E 吗？我也是这样记，我觉得看起来很像，所以我想应该好，没问题。好，那第二个是那个 O 跟 R 嘛。好，那如果直接把它连在一起念的话，听起来应该会像 O 啊，但是台语的话，应该会比较像哇，哇的声音。OK， 好，那为什么不写那个乌，然后加啊？是因为我查到的资料是说，因为就是现代韩语没有在使用那个乌啊，就是连在一起的那个符号，所以我们就用现在有在用的。那它隔壁这个就刚刚是乌啊嘛，那隔壁这个就是 Y， 没错，就有点像是乌啊再加一个一。对，所以它就变 Y。哇跟 Y 还可以吗？我会不会太快？好，可以。Y。好，那下一个你要不要挑战看看，猜一下念起来什么声音？喂。没问题。好，下一个。好，喂，我的妈呀！喂。没错，它就是 V， 就是离 V 的 V 来那个 V。好，哇，好，要越来越难喽。那我们要下一个。还有哦。好。怎么突然变成日语系？好 ，VTuber 熟悉日语也是正常。好，现在今天直播会留档吗？会。对，我这边有人问直播会不会留档，我这边会，不要紧张。我也会。好，太好了。刚刚是有个的下一个什么是有一吗？等一下。有啊，有一。那个两个的就是一。对，两个的就都是跟韩语一样，加一个一在声音的最前面。好。OK。好，那我们就要进下一步。好，那这个就跟韩语比较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是就是这个原本韩语的声音怎么念，我可以请你示范一下吗？爱跟亚。对，那因为台语没有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就拿它来，我们就借用这个那个叫什么
钟声嘛，就是结束的那个的那个声音，我们就借它来表示呜，所以这两个如果是用台语谚文去理解它的话，它是念凹跟腰。凹跟腰，跳很远哈，这个要特别去记。呀，这个变成呜的感觉。对对对，因为好像韩语没有，应该没有凹跟腰这两个声音，对不对？凹就是它会变成啊呜，变两个字跟呀呜。对对对。啊，它没有一整个的，它没有一个字把它写完的。好，那我们台语就是把它借用那个来表示它。好的，这个就麻烦要记一下。好呀，那因为你应该很熟悉韩文的字母表，所以你可能会发现我们刚刚没有用到这个。这个韩语怎么念？对，那我们好像没有用到这个，但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台语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母音，它就是我不知道它正确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它正确的名称，反正就是那个汤的那个那个是没有其他母音的，它就是一个的那种声音。对，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写，它就是哦，就是下面这两个都可以哦。啊，没有，右边的是另一个，左边的是右边的是就比如说那个门叫做门，或是我给你蒙的那个对，所以跟就是会用到这个然后加上一个它的子音。好，那我们算是把母音都教完了。哇，好像今天一直在赶火车哦。不会。好，还可以吗？要不要全部念一次？就是确保一下我们这个阶段熟悉了。好，啊呀，一乌 u o u a， 跟 u。对对对。OK， 然后呀。哦，是那个阿姨。阿姨，阿姨，哎，阿姨，哇，对。OK， 然后 Y， 对，微，对 V， 对，然后凹，对，凹吗？凹没错，凹腰，跟后面两个听起来好像啊。好，就是最后一个是对OK， 没关系，应该我觉得没问题。跟还是直接念也可以。对，因为我们通常用到这个跟对，跟好。跟好，那我们母音就当做完成了。好耶，我们可以到子音了。好，那这个最左边这个是 b， 第二个是 p， 然后第三个是 b， 可以，因为这个很多人发不出来，它就是按台语讲的音，就是浊音。对，它就是介于 b 跟没有之间，就是你的嘴唇要让它，我想一下，就不要像 b 那么紧，你就是要嘴唇让它有点可以震动，它就变 b。OK。好，没关系，你发得出来，我觉得很顺利。好，那第四个就是 m。OK。好，这个跟韩语就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只有 m 不太像。前面两个跟最后一个，其他三个是蛮像的。
那很好，很好，那就是你只有25%的字会让你感到困扰。那我们加上刚刚的母音，对，母音好像也蛮困扰的，但我们已经可以拼出一些单字了，你要不要来挑战看看啊？好，其实也不能说不要。好，来，请挑战。阿爸，阿爸。我现在会一直想到韩文的发音，然后要把它转成台语，好难哦。韩语的爸爸是怎么讲啊？阿爸，其实一样吗？一样吗？对啊，阿爸，然后阿布，对，属于哦。哦，所以它有点么的声音进来，对不对？对，就是有人觉得像么，然后有人觉得像啵啊，就是没有那么啵的啵跟么之间的一个对，我也觉得。然后咪是 A 吧？咪配，咪配。哦，哎呦，很厉害耶！哎呦，好，那我们打铁趁热。跟爷爷奶奶讲的台语还是有用的啦啊！爷爷奶奶非常好用，就是谢谢爷爷奶奶，谢谢爷爷奶奶。真的，我觉得有没有讲的差很多。就是你会讲的话，学应该是蛮快的。如果今天是找一个真正的韩国人来，他就会哈。哇，好哇。那第二排哇是吗？对。但他是用那个 O 跟 R 拼起来。对。好，我好像太认真了。好，那再来。那这个也，这个就跟韩语都一样了，就是的特呢一样吗？一样吗？好像一样。是一样的哦。OK， 好，那是一样的。OK， 那直接挑战单字吧。大头吗？对啊，就如果你的头很大。大头。好，那第二个字。鸟啊！没错，鸟啊。鸟啊，哦 ，OK。好，那再来是字吗？对，字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加声调，所以你觉得它是？对，你觉得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在讲字不是有时候会讲鸡吗？对啊，有人讲哩，也有人讲鸡，都有。对，了解。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无聊的，就是小事情，就是力也是讲力嘛，就是也是这样写。对不对？也是了跟一力，然后有一首歌，就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今晚不捌你"，就是希望可以不认识你，但它唱起来就很像"今晚不捌你"，听起来就很像我希望我不认识字。我不认识好，不太重要。好，那我们赶快。对啊，那你的那个谐音笑话我超爱的，虽然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没关系，想要再说。好，那我们继续到下一排。OK。好，那再来就是歌，前面两个就是歌跟科，那你要不要猜猜看第三个？歌，不是，如果不是歌。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点也是弱化，就是它应该不是。对，跟第一排有类似的。我想不到。好，老师请解答。被叫老师，好怪哦。好，那就是我们第一排的第三个是 b 嘛，就是刚刚说的了音，它是浊声浊音。对，那。歌一样，就是如果你因为如果你要发出歌这个声音的话，你的舌头会在你的嘴巴的里面比较后面的地方嘛。对。然后如果你把那个一样，你把那个气不是把气，你把舌头的力气放松的话，它就可以发出 。对，什么时候用到呢？
牛吧，牛肉牛吧，那个牛，哦，牛吧或者是牛吧囡呐，囡仔，哦，这个很多人都发不出来，就是囡仔，小朋友的囡呐。如果你那个囡仔，歌没有的话，就会变印章，就变音呐。哦变囡仔，对对对所以应该是囡仔，对，其实是囡呐。囡仔，对，囡仔，哦，OK，还有一囡仔个大家也很常会省略的，就是哇，我，哇，很多人都直接讲哇。哦，哇，对对对，但其实他应该是你如果哇就是家里有机会跟阿公阿妈会讲台语的话，你可以听听看，他们应该会讲哇，比较不会讲哇哇，哇。对，我甲你讲，没错，哇咖喱贡。好，那第4个就有点难了，这个比较少用到。那因为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字母可以借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借2个的。那这个声音是哈，那我问你，你会讲客语吗？不会，好吧，就是客语的我是叫矮，爱，对，有点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声音，它跟歌都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前面，爱，你的舌头好像会爱，矮，对对对，爱，所以那个就是用这个字母。好，但这个还蛮少用的啦。好，蛮少用，然后大家就出现。没错，因为我准备，我就知道，爱我想很久，我都专门收集单字给你挑战。 ，no，爱哦，爱，我要做笔记，等我一下。哦，太认真了，好感动。需要的，不然等一下没有办法念出来哦。呵，呵，你来挑战啊不？咖喱，所以烤窑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想要骂人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卖底下靠腰。靠腰。对，我这边为大家补充一下，靠腰其实不是很，就是很多人觉得靠腰是脏话，但是它其实好像不算，它还好，因为它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家有小朋友，他肚子饿的时候，一堆靠，啊，就是讲为了一点小事就在那边叫。对，我家的猫也会一直靠腰，就是这种，它没有很凶，对它这个应该不太算脏话，所以我才会把它放在这边。那叫什么？就是在台语里面，你是直接讲靠腰哦。对啊，台语就是讲靠腰啊。哦，OK，那个烤就是在哭，啊腰就是肚子饿。肚子饿嘛。对，OK。好。然后，那个是咕是啥咪？哦，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有其他声调，它可能是咕，就是一种动物，常常会出现在汉堡里。牛啊，是牛啊。没错啊。那新旧的那个旧也是这个字吗？哦，那个是咕，那个是最左边那个，它就不是。对，它是咕哦，OK。然后这个是 U， 那个不太一样，那个U， 等一下，两个字怎么念？哦，我想一下怎么讲哦，还是我直接念好了。好，因为如果它没有跟母音一起念的话，我好像也念不出来。好，最后这个词是优雅，优雅就是优雅。哦，优雅。对，优雅吗？对，雅。雅。对，对，雅。没错。OK， 雅。优雅，
我还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字会用到这个声音。所以两个那个的，它是发念音是啊，啊，对，啊。哦，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写任何的笔记来记住它。还是你要用台罗当笔记？那为什么不直接学台罗？好好笑。好，这个我经常好。好。好，我们这边有观众补充，这个叫鼻浊音，就是它的声音出来的位置可能在你鼻子附近，我不知道对你记忆有没有帮助。对，还在鼻子那边。好诶，感谢帮助。好。好，那我们就好，可以吗？再往下咯。可以，好的。好好，那这个韩语怎么念啊？前两个知跟吃啊，那一样。对。好，那第三个一样也是变成比较浊的声音，那我们就念 z。对，像你刚刚说那个一个字，有人讲 d， 有人讲 g 的那个 g。对 ，OK， 它就是用这个。第四个也跟韩语一样，是西的那个音吗？对，就是西或是斯，西或是斯，对。OK。好好，那我们就再挑战一下。机器，没错，请的机器，机器，金炸，那个第二个字的母音，因为还记得吗？是 O 跟 R 吧，对不对？对，但它在台，对。哇，好，那你把鸡抓，对，抓，金抓，那金抓，就是很热，金抓，金抓。但我好像写错了，没关系，我等一下再补充我错在哪。OK。好，那第三个字，金星，对，金星，这跟韩文一样真的哦，韩语的真心也是啊，他们就是音调不太一样呀，金星。哦，我之前就有听说韩语跟台语有很多字是很像，对啊，蛮多东西是蛮像的。真有趣，感觉这也可以是一个专题，虽然很多人做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好，那这个就是刚刚有说，如果你的母音的前面没有其他子音的话，你要放一个圈圈给它。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就是最下面的话，它会变成另一种声音，就跟韩语一样，就是那个OK，的音 ，OK。好，那可以挑战一下这两个字吗？爆米花，没错。然后叉崩，对，叉崩是什么？炒饭，盛饭吗？炒饭，叉崩，OK。我发现你念起来真的有一个很韩语的，就是没有就这样。好，OK， 我知道叉崩 ，OK， 我只觉得很好玩呢。还是下次你学完之后，你去找一个韩国人，然后你教他好了，感觉更刺激了。有没有韩国朋友要给我教？对啊，可以找找看。好，叉崩，对，叉崩，OK。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喝的声音，这样。
好，那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挑战了。康熙是什么？就是空虚。哦，康熙哦。好。稀花。对，稀花。虚华吗？稀花。对，对，它写成汉字就是虚华这2个字。哦 ，OK。耶，那我们好像子音学完了。我要再问那个2个的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好，那个是瓜。要从鼻子发出来。好。是说，我觉得我在学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字母好有趣哦，就是我觉得它的字母都让我觉得它跟嘴巴的形状好像有点关系耶。是我想太多嘛？就是我觉得那个 b p m 都给我一种很像一个嘴巴的感觉。哦，不确实蛮像的啦。很像，对不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呢，没有，我就觉得呢很像一个鼻子。哦。好，奇怪的。我看久了，看久了就知道，它就是呢。好，你太熟悉了，对你来说很自然。看久了没办法。好，那我们，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还有一个叫鼻音。哎呦，快了。好，那就是我们台语有一些词，反正就是有时候会有鼻音啊，有鼻音没鼻音是不一样的字。比如说那个，你应该我试试看，你听不听得出差别？就是 b 跟 b。哦，就是你有个鼻音。对，就是有一个鼻音。在讲废话，对，就是你有个鼻音。对，没错，那就是这样。好，那OK。对。就是如果有人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机会讲台语啊，有时候你难得要讲一下的时候，就有人说你讲话有个超龄呆的感觉。那通常就是因为有一些音你可能发不出来，比如说刚刚说的那种比较弱化的那个了音的那种声音，或者是鼻音，所以你只要有鼻音，你听起来就比较会讲。哦。对。哦 ，OK。好，那你要直接挑战吗？好啊。哦，我忘记讲。对。好，虽然我还没解释，但是你已经自动理解了。就是虽然这个在韩语是嘶嘛，或是西的字母，但一样，我们就把它放在最后面的时候，我们拿来表示台语的鼻音。OK。好，你太天才，直接理解。对，花艺。好，那挑战下一个。冰。好。B。好，因为那个韩语它是念 A 嘛，但是我们台语谚文的话，它是那个 A 是 I。它是 I。OK 啊，是 I， 对。嗨又变日文台了。嗨 B。嗨 B 什么？嗨 B。没错。嗨 B。哦。好。嗨 B。那下一个可以吗？这个是念什么哇。对。刷。对。刷。对，它可以是刷，就是山。刷。也可以是刷线嘛。刷。嘿，好。那太棒了。那我们刚刚把所有的会用到的字母都学完了。我们先掌声鼓励好了，啪叽啪叽。鼓励。耶。好，那我们刚刚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不知道声调，我们可能会猜不出它是什么字。那没关系，我接下来无情的进入这个台语的声调。好，这个真正的麻烦要开始了。没错。台语的声调有8个，好多哦，怎么办？就是中文就4个，台语就8个了，哇。OK。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8个声调吧。那有算一个，就是有一个是算是口诀，可以给大家记，然后配上可爱图片。好，你知道这个动物怎么说吗？
我不知道台语。没关系，你可以看那个台语谚文。塞没错，塞就是狮子。塞对，塞。塞。好，那下一只。吼吼，没错。吼。好，那第3个，这比较难。怕。好，台语的话是把。把。对。把。把，因为大家比较少遇到这种动物嘛，所以他比较不知道。把。好。第4只，你会怕爬虫类吗？有一点。那来不及了，我图已经放上去了。它会出现在跟爬同样的位置，还是不同位置？在你的头附近。我头附近，那我先把它遮住。好。这是什么动物？这还好啦，这还好。这还好。好。对。B， 等一下哦，那个放在下面是什么来着？忘记了。对，这个我等一下我先提早讲好。我想一下。好。好，就是因为台语的第4声跟第8声是叫做入声的这种。入声。对，入声字。那就是以前的古汉语有分什么平赏去入。对，里面的那个入声。那反正在台语里面的入声字是一个短短的声音。所以就是我们那个短短的声音后面有可能会放一个的，或是歌，或是科。如果我们没放的话，我们会放一个呵。但是我们实际上念的时候不会念出很呵的呵，它就只是反正按照规则会把它放在那。好，所以这个我们会念 b， 它就有点短短的 b， 短短的声音。b， 对。你有吃过鳖吗？没有。我也没有。好，我就问，不要紧张。我会怕。b。好。那我们下一个。搞。对，搞。好，这是猴子。你要夸奖人很厉害的时候，要说搞。是那个歌，不是歌哦，跟这个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念成高，你就会说你好猴哦，这样不行。对啊。好，这个很可爱。不是重点，不是可爱。没错。那你有没有发现我写一个2？我不是因为我写错，是因为现在台语在很多腔调里面，它的第6声跟第2声已经分不出差别。对，所以就直接写成2。但是有一些腔调好像有分，像那个鹿港的那个鹿港腔好像有分，但我不会。OK。对，了解。没错，没关系，我们今天用不到。好。是 B。对。好，那第7声的话是秋。还有就是对，它比就第1声是高的嘛，然后刚有一个我想想，塞后把，那个把是低的。但是这个第7是比这个把还要高，但是比塞还要低。秋。对。秋。可以。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动物。lock。对，它会稍微高一点。lock。没错。好。那我们把8个声调放一起哦。我们可以就是顺的念的话啦，就是我示范一次，就是塞后把比高高唱落。塞后把比是吗？比。对。
咬咬唱录。然后我觉得那个第8声感觉会比第4声再高，所以4是 B， 8就 lock， 对。哦 ，B lock， 好 ，OK，B lock。好，那好像可以耶。那我们最难的就是你接下来会需要看到数字的时候就知道是哪一个调，这个比较难。I can't。You can't。那我想一下哦。那我知道。我用推理就好了。哎，可以。像我一开始不熟的时候，我也是每次都会就是噔，然后我就会去找它是第几个，然后我才知道。对，一开始不熟的时候，我知道，我把这一页，我等一下把这一页放在旁边好了，你就可以，好啊，你就可以用看的。好，那我找一下我的单张的图，稍等我一下哦。好。完了，这是第几页？哦，46页，好多哦。好，我把它放我脸上。好，那我们等一下哦，我们来看下一页。好，刚刚有讲到那个第4声跟第8声，它的下面会放那个呵或是啵哥的。那这个对很多比较少讲台语的人来说，也觉得比较难发出来。那我们稍微看几个字来练习一下。好，那第一个字是 up lip。up lip。可以，很好呢。对吗 ？up lip。up lip 是什么 ？up lip 就是压力。哦。我 up lip 做大的这种。up lip。up lip。up lip。好。up lip。没错，你就把它弄短短的，给它一个切掉的感觉就可以了。好。OK。哇，那第2个字你一定会。收拍。好，是束缚。束缚。就是束缚。束缚。束缚。好。束缚。那第3个字你要挑战一下。哎呀。杀手是什么？杀手吗？对，就是杀手。哦。杀手。杀手。哦。哇。杀手。好。很顺利。杀手。好难。没错，但是我觉得你发得很好啊，我觉得已经是赢在起跑点。好。变调是最难的，就是大家觉得台语很困难的一个地方。Oh my god。好，没关系，你学完变调你就无敌了，你就已经都会了。好。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你就已经看到都可以念了。好。对不对？好，那什么叫变？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复杂。没关系，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以前有跟阿公阿嬷用台语，所以你可以用语感，对你来说就是你有语感的话，你应该不会那么难记啦。好，我偷偷跟你说，你不要跟观众说，就是等一下如果你看声调看得很痛苦，你也可以假装没看到数字，自己用猜的。好，那变调，等一下先说为什么要变调好了。那个电灯泡的台语你会说吗？点会吗？如果是对电灯是点会，可是如果你只要说电的话，它是点就是第7调嘛，点。可是你刚刚说点会，那个点会不是点会，对不对？所以它的声调会变。对。对，那台语它就没有为什么，它就是会这样，它就是。好，了解。每一个词里面，它只有最后一个不变调，前面都要变。好，所以刚刚说点，
然后后面加一个会会变电会，电会，这是电灯。如果你要说电灯泡，它是电灰球，它那个灰球，对，它的会就变成灰了，对不对？电灰球，哦，它变电灰球。那如果你再加一个啊，它就变电灰球啊。电灰球啊。对，它就变前3个都变，只有最后一个是没有变的。好 ，OK，那反正呢，这些可以被整理成一个数字的表示方式，就是塞后把笔的那个塞第一声，它后面有字的话，它会念成第7声。所以刚刚说一个字是塞嘛。那如果你今天要说狮子的头，它会变塞头，塞头，对，它就不是塞头。好，那如果我们刚刚第7声的话，第7声是象嘛，大象。好，那如果它后面有一个字，比如说象牙好了，它就会变成第3声，它就变象牙。象牙哦，好，象牙，好，那我们刚，第三声我们是说把嘛，就是抱的把。把。那它后面有字的话，它会变成第2声。那考你一下好了，如果我今天要说豹皮的话，就是豹的皮，它台语会怎么？就是豹皮2个字要怎么念？八回，你可以偷看一下这个第2声，它宝啊？好，这个好像平常太少用。变宝吗？没有，它还是把，但是它的声调会变成像后一样的声调，所以它会变霸陪。哦，霸陪。对。霸陪。对，霸陪。好。霸陪。那我们第2声的话，会变成第1声，所以刚刚是说虎嘛，后。后。那你知道虎头蜂怎么说吗？不知道。好像太难了。好。那虎头蜂就是虎头芳，它的后会变成虎头芳，虎头芳，对，虎头芳。好，那4跟8就比较简单，就是4会变成8，8会变成4。它们本来就很像，就是一个稍微高一点。好，那个再来这个还有一个是第5声嘛。就是高的那个高，那这个也是看你的腔调，有可能会变成像第7声比较高一点，或是像第3声，所以你可以看你家的长辈在骂你高西金娜的时候，他如果是说高西金娜，他可能就是漳州腔的；他如果是说高西金娜，那就是泉州腔的。会有2种。这样好像不太好记，那没关系。我们有一个人数叠字字之数，就是叠字。没错，你找一些叠字词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就是比较好记。好像第一个是滴滴，滴滴，对，滴滴一个金5号的那个滴滴，滴滴，对，那你就会知道。第1声变调会变成滴，第2个就是它原本的声音滴滴。好。滴滴。那第2个你会念吗 ？Coco 吗？没错 ，Coco。好。Coco。那第3个。打3。
有个东西臭臭的，套草，对，臭草，套草，臭草。好，套草，那第4个就是比较少用到这个词啦，就是如果吃到一个柠檬皮，涩涩的，下不下？没错，不是下不下不一样。下不下？下不下？好，下不下？好，我们剩3个。第5个，没错，咸咸。对啊，如果是那个，如果是比较老，就是比较老台北的话，会咸咸。咸。对，但我们的应该都是比较像咸咸，比较高一点。好，那第7个。叮叮叮叮，如果叮叮叮叮叮，有点接近了。如果你吃到那个菜心很硬的话，丁丁哦，对，丁丁，对，好，那第8个，那个应该是没有，也是，那是入声，有点点，对，还是滴滴，点，对，点，对，点是什么？滴滴就是有一条路，如果很直的话，那就滴滴，这条路滴滴，对，好啊，就是第4调听起来会比第8调低一点，所以这边滴滴的时候，前面的那个8是变成4，所以它是滴滴啊。刚刚那个下下，它就变成先8再4嘛，所以它是先高下下，对，下点，好，差不多了。那我们应该算，不对，还有剩5分钟，一定可以。Oh my god！ 好，那到底什么时候要变调，什么时候不变呢？我努力看了一下资料，我现在知道了，就是在那个一个完整的名词结束的时候，它的最后一个字不要变。好难哦。而且就是2种情况，一个是名词的最后一个字，然后还有句子的最后一个字。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好，你要念念看吗？春娇，水，好强哦！春娇加志啊，春娇加志明，差不多。春娇加志明，对，志明。是帕嘎。帕嘎。帕嘎。I 叫。没错。好。I 叫。好，那春娇应该算名词啊。春娇。所以它的那个娇就没有变了，但是它的春有变比较低。春娇。然后记名也是名词，所以甲记名。记名。帕甲 I 叫。帕甲 I 叫。好，那没问题。那我们下一个，好多，好累哦。等一下，好，那这边我看一下哦。那我刚刚听到你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你是叫油啊，但是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所以我就直接把你照翻变成油青。好，那油青，对，青油嘛，所以我就想说油青。那这也算名词，所以这个青这边就是算就青是不变调，前面都变。好，那我念念看哦。所以这句是听讲油青，油青。对。然后这边就算是一个不变调结束。好，然后那你念念看后面。听讲有
会晓是哦，讲韩国话，对，韩国话，韩国话，对，韩国话。好，哇好强哦， ，no，也是啦。这句跟上一句差不多，但是我换掉了一个字。听讲听，为什么是那个字是会变翁哦？哦，对，因为台语的话，它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语的话会怎么念啊？就是乌，它是乌吗？那个字是乌，哦，所以它下面如果打圈圈的话，它是翁啊，可能因为对就是台语没有乌，所以它就会变翁。变翁 OK。听讲你会晓讲听讲你会晓讲韩国话，不错不错话，对。韩国话。那如果是我的话，你刚刚是说听讲你会晓讲韩国话，对不对？那因为会晓好像不算是名词的结束，会晓不算名词，所以换成我的话，我那个晓我会变调下去，所以我会说听讲你会晓讲韩国话。哦，听讲你会晓讲韩国话。对，好，但每个人语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是照规则。好，那就是刚刚是说名词的地方，就是最后一个字不变调，可是那个对有一个特例，就是我啊，或是力，或是宜这种代名词的话，就无视这条规则，所以他不会说听讲你会晓讲韩国话，他会说听讲你会晓讲韩国话。哦，听讲你会晓讲韩国话。对，好，完了，剩55秒。好，最后这句好难哦。好，我示范一下。这边有啊，我先念一次哦。花季的冰刀内底有伊唱歌的影片。哦，花季的冰刀，对，冰刀内底对，有伊唱歌的影片。好，没问题。那对，反正就是这边有很多个名词，所以有很多个地方都没有变调。比如说灰记，然后冰的这边也算名词了，所以的也没变。然后来地那个地也没有变，因为灰记的冰的来地是一个地方，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对。好，那有伊唱歌的影片就这样。好，那我们还是教完了，虽然好像超时1分钟，但是我们可以到最后的环节。我们真的差不多差不多1小时。好那你要挑战最终 BOSS 了吗？好。什么叫最终 BOSS？ 就是很长的一段话，请你念念看，会不会太过分？没关系。好，挑战一下，如果念得出来，我们就算是大成功。看到伊规身躯，嘿，看到伊规身躯，看到伊规身躯，切紧紧是啥物？哦，切紧紧，切紧紧，切紧紧，对，切紧紧，切紧紧耶，切紧紧的。对，切紧紧的，切紧紧的叶皮肤，好，可以整句吗？看到伊看到伊规身躯，看到伊规身躯，切紧紧的皮肤，水。
波波波波，呀，波波，波波，波，嘿，波，哦波，哦波波。哦，叫这不叫地叫地，薄荷叫地什么？薄荷叫地。好，我要公布答案吗？等一下哦。好，这个字比较少见。薄荷叫地，薄荷叫地，薄荷叫第一。串推，串堆，嘿啊，串培树，串地鼻子培树，培树。好，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写错了，那个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声调我写错了，它是一声。哦、好，没关系。那就是背书，美输，不会输。背书。好，那第二句我们看一下，保护，保护就是保护。哦，保护。然后交叠，交叠。嘿，交叠是沼泽，那个平常用不到。交叠。嘿，然后保护交叠。嘿，伊绝对，伊绝对袂输。对他一定不会输。好，好，那挑战一下第三句吗？你若无噶，你若无噶，动作吗？动作，动作哦，动作一花，对对对，一花树，一花树，哦，一花树。对，你若无甲动作一花树，你若无甲动作，你若无甲动作一花树啊！然后第四个字是你若无甲，你若无甲，你若无甲动作一花树，对，就是如果你不把它当一回事，那个它就被省略掉了。动作一花树，对。两米，头是什么？两米掉。掉。两米掉，那个是一哦。我是不是写错？的2米的。2米的，2米的，2米的，互你会。这个是爱。
哦，爱，对对对对，要咪着互你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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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悲悲悲哭悲哭悲悲悲悲哭歌，歌嗯，歌悲歌悲歌叫叫舞叫舞叫哦，这个好像太难了。叫舞好，叫舞，我要念嘛。好，好，念咪的互要你咪就互爱你白个叫舞，爱白歌叫舞对啊，爱白歌叫舞。好，咪就互你爱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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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叫舞叫舞，叫舞啊叫舞。教你，嘿，是教你，是教你啊，是教你，嘿，是教你，是教你收白嘿，想要收买老泡麻是什么？老泡麻，老泡麻尾糊，绕跑嘛袂赴，老泡麻尾糊，嘿，哦，老泡麻尾糊，嘿，袂赴，尾糊，嘿，就是你要逃跑也来不及了。尾糊，爱买。哎，对对，卖嘿，逼嘿，逼君逼君卖逼君对对对对，刀啊对对对刀啊，它的称呼自己叫刀啊吗？哦，它后面还有一个字，刀啊兄，没错，老来，来汤补，汤补，党来什么补？汤补，党部，党补，党部就是动物哎，你被党用你的武力，党补，哎，党部，耶党，补，哇！好，我觉得基本上都就是慢慢念都念得出来了。哇，不行，那声调太难了，不行。对，只剩声调比较难哦。但是，我们应该算是有顺利通过了，因为这也是我准备的，就是我只有准备这么长，再多就是虐待了。好，对不对？够了。够了。好，你承受的够多了。好，好好你觉得呢？你觉得算成功吗？及格而已吧。后悔了吗？好尖锐。及格而已。我觉得比及格高啦。我觉得超出我的预期。我这边有观众想问韩语是有声调的吗？好像没有特别
别学，但是他们确实会会有，对不对？就是对，他们确实会有。如果你念的声调怪怪的，就是他们会知道。好像日语也是哈。好像日语我就不知道了，对啊。这个就算有跟没有之间。对，他们确实，没有特别学了。那你是浑然天成，就莫名其妙会韩语了？没有，也是要不是这样说，多看就多看就知道了。我觉得好像学语言多看多听啊，对啊，就是多看多听还是就会知道。真的不错哎，就是我觉得好神奇哦，就是你怎么看一看就都会念了。有一些东西还是不太一样啊，对，就比较难。哦，我这边观众想问的声调的部分，可能是像是有没有2个字，如果声调变了会，就是有没有可能声调变了，意思会变的这种词？想一下哦，像中文好像就很多哦。我想一下哦。好像我现在想不起来哎，我不确定是没有还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好，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太困难了。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前几天发那个待机室的时候，就是我的追踪者就我都还没直播，他们就已经会台语谚文了，怎么办？对啊，好厉害哦！到底他们写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标声调，但好像还是一样念得出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如果靠语感的话，好像其实也不一定要写。对啊，蛮有趣的。我想一下哦，太厉害了。对，就好神奇，为什么我的观众比我厉害？还是叫他们来开台？成熟的观众不只要自己会聊天，还要会自己开台，还要会自己开台，太好了。自己懂今天的内容。对，太长了。对啊，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教什么，来宾就自己会了，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好可怕！还是我知道了，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姐。别！用你的咒语对付你。OK。来看一下，你等一下去西尔那边啊？对。OK。好，那你时间是差不多吗？差不多了。好啊，非常感谢老师今日的教导。感谢老师今仔日你使讲今仔日的教学，还是讲今仔日的基德？嘿，感謝老師今仔日的基德，感謝you啊，感恩，希望後擺也有機會。再見。再會。他說再見嗎？再會。也有人講，但我比較喜歡講再會。再會。嘿，真正做感謝。感謝，再會。安尼，拜拜。好，大家好。我这边。你好像还没。还没吗？对。